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来吟诗，先对273首，273。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。咱伫伊面前，着恬静恭敬。来，咱来吟第1节。这首咱真熟哦，望咱开嘴来吟，来到圣殿来学了咱的主。再来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，来伫面前就恬静恭敬，心肝着谦卑，信守真理，清香如意，极对主庇，主上帝全地，比阮的无限，主上帝最大意思好人。搁一遍，请吟，开嘴来吟哈！咱的上帝话，咱就带着咱身躯这个乐器哈，咱出声来吟哈，来，预备来，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圣，来伫面前就恬静恭敬，字唱明哦。心肝着谦卑，信守真理，清香如意，极对主庇，主上帝全地，比阮的无限，主上帝最大意思。好，咱过来吟306首，这首诗吼，咱嘛真熟呢。好，咱出声来吟。我的心，你着学了主，延光生命。我的心，你唔通袂记，一切好事是主所行。学了我主，我的心，你着学了主。学了主，我的心，你着学了主，哈，真对哦，吼，咱家唱哦，足好诶，啊，来，这个你要紧，3拍的感觉，1、2、3，1、2、3，哈，总拍的第1个，来，起，我的心里着了主，着了主应该生命。我的心里唔通袂记，一切好事是主所行。学了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，学了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。搁一遍来，我的心里着了主，着了主应该生命。我的心里唔通袂记，一切好事是主所行，学了。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，我主，我的心里着了主。嘿，咱来学了主，拍开咱的心学了主。好，后边首迄个尾仔首，咱就真熟啊哈。咱再研一首啦，研一遍哈。
399。399，愿上主大仁爱永踮你心内，主会听每时刻甲你应同在。愿主永光变照你，用慈悲款待你，主圣神保守你，对即时到永世代哈，唱一遍就好啊。上主大仁爱，永踮你心内，主会听每时刻，甲你应同在，尊主应光变照你，应主必款待你，主心生不守你对一时到永世代。请咱若是带手机啊吼，全震动也是人无声吼。
咱着坚决持守所宣认的愿望，因为应允咱的上帝可靠。咱着互相关心，通激励相挺，甲做好事。有一款人停止自毁，毋通学因的习惯，颠倒着互相劝勉。既然恁知主的日要到，搁较着安尼。三甲来吟诗，圣诗306首，我的心你着俄罗主。三甲来信仰个别坐读使徒圣经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二在主玛利亚出世，伫本丢掠刀入来受苦，经受地死，埋葬人物。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，上天阿坐全能的爸，上帝大名，迄个对后过来审判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相公，做赦免，肉体高压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启用，咱用上帝的话，三甲来启用。启用文第16篇，启用文第16篇，记载诗篇57篇。上帝啊，求你可怜我，可怜我。你伫你是故的指引下。我要求叫至悬的上帝，上帝为天的天，是落施恩救我。上帝为对我发出慈爱甲信心，我倒伫凶恶的人的中间。因的喙齿亲像枪，亲像剑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盘过天。因伫我的骹前设罗网，伫我的面前开陷阱。上帝啊，我的心平静，我的心坚定。我的心情啊，着起来。我要甲天叫醒，主啊，我要伫万民中感谢你，因为你的慈爱若天显悬。上帝啊，愿你的伟大盘过天。
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学了你。当日光搁出现，万米困醒的时，阮来到你的殿院，专心敬拜你。阮的嘴无要停止阮的学了，因为你的慈爱比性命较好。阮的心神甲肉体切切羡慕你，伫你的圣所朝见你，就是为着爱看你的权能甲荣光，也因为你的正手常常扶持阮，互阮有盼望甲喜乐。愿阮的诚心甲实意、学乐甲称赞，成做芳芳的祭事，献到伫你的面前，求你欢喜甘乐。天父，阮的上帝，阮徛起伫即个扰乱、混杂的世间，因为济世间掌权者的误导甲引诱，以及人类的私欲甲怨恨，常常侵害阮的心神、肉体，互阮失去原来平安甲盼望。特别伫全球武汉肺炎病毒严重流行的时，造成了人类死亡、惊吓、不安、紧张的时，求主怜悯。阮搁较发现了阮家己的罪性甲固执，阮恳求你叫醒阮的心，互阮更加警醒来装备阮的信仰，我靠你来赢过一切挑战。主啊，愿知你的应允会听无变，愿基督的性命大大得到显现，公义、和平遍满伫地面上。上帝国早一日临到，愿安尼祈祷、感谢、恳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圣歌队要带领咱来敬拜上帝，因为所吟的诗歌是主祷文。
中读上帝话，记载旧约约拿书第3章，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10节。约拿书第3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话，第2摆临到约拿讲：你起来，去尼尼微迄个大城。我所命令你传的，你传予伊。约拿就照耶和华的话起来，去尼尼微。尼尼微是极大的城，着行3日才会到。约拿入城，起身行1日的路，传讲过40日，尼尼微要倒坏。尼尼微人信上帝，就宣布禁食，对大到细拢穿满衫。这个消息传到互尼尼微王听见，伊就对伊的座位起来，脱伊的礼服、穿满，坐伫火湖，各出各事，照王甲贵族的命令。传予尼尼微通城，讲人甲精生、牛群、羊群拢毋通食，毋通啉水，连试看也毋通。人甲精生拢着穿满，大声求叫上帝，逐人也着离开伊的歹路，甲伊的手所做的强暴。检查上帝回心转意，挽回伊的大受气，互咱无灭无也敢。对安尼，上帝看因的行罪，有离开因的歹路，上帝就退回伊所讲要降予因的灾祸，也无降落。今日早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是行往尼尼微。请咱同齐来祈祷。主管的上帝，阮感谢你的听，因带阮三甲踮伫你的圣殿中间，阮同齐踮伫遮敬拜。愿主你的话进入阮逐人的心，愿主你的圣神开启阮，互阮知你的奥妙，互阮知你的真理。同齐祈祷，靠耶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兄弟大家平安。约拿的故事，咱应该自细汉开始，咱就捌读过。对主角的囡仔开始，咱会讲约拿的故事。咱对约拿的故事有啥物印象？大概重点就是一只大鱼，踮伫鱼内底3暝3日，然后主角老师会安怎教咱的细囝？你会安尼讲无？你要好好听上帝的话，无你若无听上帝的话，会有一只大鱼来甲你。有当时咱会用一寡童话故事的方式来教导咱的细囝，咱会将重点放伫讲，你一定爱听上帝的话，若无听上帝的话，你就会安怎。结果到上尾，若是安尼咧教导囡仔大汉了，会有一啥物款的影响？咱会发现，原来咱无注意的中间，咱是用吓惊的方式咧教咱的囡仔。咱会用吓惊的方式咧教导咱的囡仔，颠倒袂记去问，到底踮伫约拿的生命中间，伊所看的上帝是一个啥物款的上帝？伊为虾米要想要逃走？伊为虾米想要了解到底伊为虾米要闪避上帝的话语呢？所以这个故事爱自头开始讲。一开始，上帝甲伊讲：“你爱去佗？你爱去尼尼微迄个大城，去遐要做啥物？传福音吗？敢是要去遐传福音？即摆咱咧重新复习咱安怎教主日落的。去到尼尼微迄个大城，你爱踮伫遐咧责备遐个人，为虾米？因为遐个人做歹，因为遐个人踮伫上帝所看的是邪恶的，
尼尼微是一个真大的城市，踮伫因的时代中间，代表的是战争暴力，所以甲以色列因两边的关系是非常的歹。因两个，咱会当讲吼，尼尼微甲对以色列人来讲叫做势不两立。好啊，所以上帝爱伊去一个对敌遐传福音，安尼台湾人应该就有感觉的对。但是上帝的命令爱咱去，上帝的命令爱咱去咱的对敌遐传福音，啊，然后上帝要讲，因为遐个人足邪恶的。安尼，咱心内底咧想的是啥？应该可能照咱今仔日来看，上帝爱咱去中国传福音，啊，上帝佫甲咱讲，因为遐个人的罪恶是歹甲拄天，所以若是照咱来看，咱会安怎想？已经有听到啊，规气互伊。规气互伊拢灭亡较好啊！迄就是约拿的心情啊！迄对约拿来讲，伊所想的就是安尼：上帝，你竟然爱我去一个我所爱的所在，甚至是我的对敌的所在，而且遐个人佫惊恶到拄天，所以因受到上帝灭亡是应该的。这是约拿所想的代志。但是上帝竟然爱伊去遐传上帝的道理。好，然后咱就爱来想啊，所以约拿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？伊开始咧想一个问题：如果约拿去到伫遐个人会安怎？因会受到拯救袂？这咱就爱来想看觅，为什么约拿会想要走？如果迄是一个，互约拿感觉到讲我要去，我无想要去遐，因为我若去遐。如果上帝若是拯救因的，如果上帝若是拯救因，如果上帝若是赦免因，改换因的心思意念，约拿的想法是：上帝你审判因是应该啊，因应该爱受审判，因应该爱受灭亡。若是安尼，对约拿来讲，伊根本无想要遐个人受到拯救，就是因为安尼，约拿想要逃走。约拿无想要回应上帝的命令，所以上帝爱伊往东，伊就要往对。我就要往西来行，伊买一张票，准备要去塔西。塔西这个所在伫西边，尼尼微是东边，这是一个反抗上帝的行动。我要逃走，我要逃到世界的尽头。我要踮伫遐，我准备要闪避这一切。伊唔愿意顺服上帝的命令，是因为伊所敬拜的上帝是一个什么款的上帝？是一个有怜悯甲慈爱的上帝。伊深信讲上帝会改变因，但是伊无想要尼尼微人改变。有当时咱嘛受到这个试探，就想要。上帝应该爱改变，但是上好，咱的对敌爱受到灭亡。一个甲以色列做对敌的城市，应该爱受毁灭。但是上帝竟然爱我去遐传福音，伊无愿意让这件事会当发生啊！所以伊选择要去塔西，伊上船开始往塔西来前进。伊敢若想要向上帝讲一件代志：你爱我去。我有去无？你爱我去尼尼微城，伊无要看后壁迄个尼尼微，伊所要看的敢若是我有去。你爱我去尼尼微，吼无？我至少我选另外一个所在，互我去。这个先知想要甲上帝踮伫遐握手吧。我有去哦，只不过我无去尼尼微尔。但是我有去，我有离开我家己所熟悉的所在，所以我有出去。而且我去迄个所在，我要做啥物？我共款要去遐传福音嘛，我共款要去遐传上帝你的信息。我有去，但是毋是去尼尼微，我是要去我所想要去的所在。
所以踮伫船顶发生啥物代志，咱拢知影。开始有大风影过来，大风影来，船伫遐船顶面的人拢毋是信主的人，结果因颠倒比约拿搁较相信上帝的拯救，甚至当约拿讲恁甲我下落个海，我就会受拯救啊。遮个人犹原选择，因就无愿意甲约拿下入去海里。到伫逼不得已，最后因总算甲约拿等落去海里。一切风景通得到平定。煞者咱拢知影，一只鱼来啊！一只鱼来，将约拿吞入去伊的腹肚内。踮伫腹肚内，鱼的腹肚内，啥物款的情景？我定定讲哦，读圣经除了看以外，爱读出来，爱听以外，即马搁加一项，爱想过来咧，偏一下好无？伫鱼的腹肚内底爱小偏一下哦。即马足臭臭的，规个足臭臭、足垃圾的环境中间，约拿踮伫迄内面咧祈祷。这个臭臭、这个足歹味的环境中间，减毋是代表尼尼微城的邪恶。约拿会当踮伫这个鱼的腹肚内面祈祷佮敬拜，为虾米伊无法度去尼尼微呢？照咱来看，咱嘛共款会犯足侪类似的毛病。理性上，咱拢知上帝咧教导咱，上帝爱咱去传福音。但是有当时咱嘛会选择，有一寡人咱无介意，有一寡人咱感觉我无想要甲伊做伙，所以咱会选择讲，我到底要接近啥物人，我到底要去对服侍。最后，咱会发现，原来咱将家己束缚踮伫一个家己感觉安全的所在。咱选择甲咱甲别人切一刀，反正遐应该受袂无的，应该因就受上帝审判，因无应该得到上帝的疼。这几年来，咱看到香港一直咧反对中国遮个运动。有一摆，我甲对香港来的新学院老师踮伫遐咧讨论，我问伊的意见。我问伊的意见讲，你感觉踮伫即边香港反送中的运动中间，教会有啥物改变无？啊，对整个香港社会学习到啥物？这个老师敢若甲我讲一件事，伊讲，伊感觉上界重要的价值是，济人，因的话吼讲没有割席呀、割席这两字爱问香港人，就是割用刀刮迄个割席子那个席割席，意思伊咧讲的意思就是讲。至少大多数的人无甲遮个人当作是，甲我无关系的人，没有割席，没有割席。他说，这就是对教会来讲，也是对社会来讲一项真重要的价值。当全部的人知影讲，咱为虾米咧做这个反对的运动，为虾米要做这件事，为着整个的社会好的时阵，大家人选择的是没有割，不要把他们。遮个反对的人都杀出去，这是这个老师感觉香港伫即摆运动中间学上济的所在。伫这个运动开始进前，我有一摆的机会，我嘛去到香港，甲另外一个新学院老师咧分享，伊就一直咧问我讲，其实踮伫教会实际的状况是少年人愈来愈少。为虾米少年人愈来愈少？因为因发现是。教会所讲的信息，甲少年人所做的代志无关系，也就是讲，过去的教会是割席啊。过去的教会是讲，反正少年人你要反对是反对恁的代志，这甲教会内面无任何的关系。有一摆，这个老师受邀请去地方教会讲道，迄间教会有2场的礼拜，头一场是少年人的礼拜，第二场是年纪较大的人的礼拜。结果，这个老师甲我讲，伊一开始入去第一场礼拜，伊行一条。为虾米咱知无？是人足济嘛？
伊讲大日去内底拢50岁，大日去教会内底拢差不多50岁，啊，讲这是少年人的礼拜。所以伊徛伫遐的时阵，伊感觉到底教会发生了什么代志？伫教会内面的人拢超过50岁，然后讲这是少年人的礼拜。伊原本所想的少年人是几岁？20、30岁的礼拜，所以即马爱赶紧调整讲，啊，即马是50个人的礼拜，50岁的人的礼拜。煞接第一场礼拜结束到第二场礼拜，伊知影为什么迄是少年人的礼拜？因为第二场的礼拜，全部的人拢是70、80岁以上。莫怪头一场50岁已经是少年人啊！伊开始咧讲，教会伫即几年来，咱所讲的信息愈来愈，结果是香港人的讲法，叫做离地啊，离开地面啊。教会所讲的信息愈来愈离开地面，和上帝的话语甲现在的世界无任何的关系，无看到到底人生活踮伫啥物困苦中间。少年人生活了足辛苦的，因看无厝边，就看无书面，所以教会是受到少年人所放杀的。这老师不断强调，当教会看无厝边的时阵，就失去书面啊！看无厝边，就失去书面，教会会受到人所放杀。这个离开地面的信仰。甲咱因另外讲叫做落地啊，一个叫做离地，一个叫做落地。离地的信仰甲落地的信仰，哪亲像他西甲尼尼微？他西对约拿来讲是一个什么款的所在？是一个幻想的地方，是一个虚幻的所在。尼尼微是一个实际的所在，尼尼微是一个充满罪恶。是约拿所厌恶的所在，伊唔愿意落地，不愿意好好的在这块地。因选择是要到伫一个伊所家己想象出来美好的所在，叫做塔西，踮伫遐要去宣讲。有当时咱咧面对的传福音，敢毋是安尼吗？掠家己自我中心去讲传福音较简单，咱会选择性传福音。因为咱感觉这是一个互咱较舒适的所在，但是爱咱开时间去听别人性命的艰苦，陪伴别人祈祷，经过每一摆的苦难，这是困难。传讲一个离开地面的信仰，永远比传讲一个真正踏伫这个土骹的信仰搁较简单啊！因为传一个虚幻的。上帝听你，上帝听世间人，传一个虚幻的信仰是真简单的事，但是爱咱开时间陪伴一群人成长，好好踮伫遐，这是困难的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所以咱嘛定定会选择要安怎割席，尤其是对咱感觉到讲遐个咱无欢喜、无意爱的人，因就应该受到上帝的审判。所以，当上帝互伊踮伫鱼的腹肚内面3天3暝，出来了后，上帝搁一摆对伊讲：去尼尼微迄个大城，去爱人宣告我所吩咐你爱讲的话。即马约拿对鱼的腹肚内面出来啊，闻到啥？新鲜空气。对迄个极臭臭、极垃圾的所在，即马出来，闻到新鲜的空气。即摆，伊要安怎选择咧？要去尼尼微无？啊，即摆爱搁去啊！无若真正无爱去，毋知搁有啥物搁较恐怖的所在咧？约拿总算行往尼尼微，迄是一个真大的城。圣经甲咱讲，爱行偌久才行会了？爱讲爱行3天，结果约拿行几天？伊敢若行1天，啊1天了后又传讲哦，又传讲啥物？过40日，尼尼微就要倒坏啊！啊，
好，伊的讲道干那一句话尔，伊的讲道干那是一句话，佮40日尼尼微要倒坏，啊，3工的路程，伊干那行一工，所以伊到底安怎行？伊到底安怎行？所以我讲读圣经一定要好好啊，想象一下，伊到底抱着什么款的心情，啊，带着什么款的想法入去传讲上帝的话语。3工的路程，干那一工，所以伊若是行了足紧，啊，凊彩讲，佮40日尼尼微就要倒坏啊，啊，赶紧走过去。你感觉伊若是听到的人，啥物反应？就是即马一个人对迄个东门城对遮走过来，啊，用走的一直咧喊话讲，过40日，台南就要灭亡啊，啊，就走过啊。你有啥物款的反应？伊到底，这人到底咧做啥物？真正亲像老讲的，咱绝对抓准讲这个人是痟的。对，真正对东门城入来，啊，然后开始走，啊，可能走到南门城，啊，讲咱有几个城门，所以对迄个城门走到迄个城门，原本应该行3工，伊行1工就安尼走过去，讲过40日，台南就要灭亡啊，啊，就无啊。伊的回应是：上帝，我有讲啊，上帝，我有去遐传福音啊，我有讲啊，我已经有做啊。好，所以永纳自一开始到现在，伊安怎，拢无少认真的，也袂当讲伊无少认真，反正伊干那想要甲上帝讲，我有照你的话去做，我有照你的话去做，你爱我去尼尼微，好啊，经过大海印，经过踮入去的北岛内面，总算我出来，好，安尼我去。我去了后，应该要行3工，结果我行1工，安尼赶紧走过去。我有讲啊，无甲任何人接触，无想要插遮的人，因为自开始到现在，伊心内底安怎想，遮的人应该爱灭亡，遮人就应该爱灭亡。结果无想到讲代志的发展超越过伊的想象。也应该拢超越过咱的想象，就是迄个他拄仔所讲的迄个一个，那亲像起痟的人，对遮东门城走到东门城，啊，然后讲过40日，台南就要灭亡啊，就安尼走过去啊。结果发生啥物代志？有人听到了后，开始别个人讲，过40日，尼尼微要灭亡啊，过40日，咱就要灭亡啊！所以一个人开始传互另外一个人，两个人传互4个人，开始咧试线。这个人竟然相信啊！这个人相信这个因完全无熟悉的人，一个那亲像起痟的人共款所讲的信息，讲过40日上帝要毁灭这座城，因开始决定要进食。因开始决定要反悔，甚至传到尼尼微王遐，王命令所有的人讲，全国的人自大到细，到一切的精神拢爱禁食、反悔。上界重要的是检采，咱安尼做安怎？检采上帝会改变伊的心思意念。挽回伊的大生气，互咱无灭亡。这是尼尼微王所讲的话，一句话，一句信息，对一个人开始传到伫王遐，开始准备要反悔，因为因相信讲，若是咱安尼做，检采上帝会回心转意，检采上帝会拯救咱。这个结局。完全超越过永纳的想象，但是伊敢会意外吗？老实讲，永纳所认捌的上帝就是一个慈爱甲怜悯的上帝。为什么伊一开始无愿意去？伊就是望遮个人莫得救，所以伊用足凊彩的方式咧传讲上帝的话。上帝又愿要拯救因啊！上帝的行动毋是人会当捆绑的，上帝的行动毋是人会当用咱家己的想法去束缚讲我莫安尼做。上帝会家己
做伊的工，上帝甲基因带人归向伊。若是安尼，人会当做的是啥物？人会当做的是，咱需要转来到伫上帝的旨意下面。人会当所做的是，咱莫选择讲，毋是照我家己选择讲啊，这个人我无爱，迄个人我无介意，所以我干那甲我介意的人做伙。人真正重要的回应是，将咱所有的人当作是一个生命共同体，不是割席啊，是咱真正是做伙的。这就是教会存在点伫这个社会中间的意义。即几个礼拜以来，咱逐个人神经搁缩起来啊？为虾米？因为桃园的病院有院内感染的事件，所以逐个人咱的神经拢搁一摆缩起来。原本还搁想讲，应该会当较轻松啊，无想到讲疫情的影响，搁一摆来造成咱的生活有拄着侪侪的挑战。对这一年多以来，咱一直听到两字，听到几字啊？上侪听到是啥？叫做隔离。咱一直听到就是要隔离，咱会用足侪方法想要做隔离的动作，包括咱挂喙安，包括咱对外国转来的亲人需要隔离。咱一直会听到足侪摆咧听遮个隔离的事。伫即个疫情搁一摆开始有可能爆发的时，咱会发现，伫社会中敢嘛分无共款的想法对无？有的人选择是要割席，有的人有少数的人认为是要割席，为着想要保护伊家己的权益，所以讲啊，遮个人就应该爱受责罚，遮个人应该爱甲伊抬掉。但是好消息是，台湾真正学习到的是，没有人割席啊。台湾真正爱学习重要的价值是，将每一个人当作是咱家己生活中间的一份子。所以，当咱会当愿意合作甲牺牲的时，咱就会看到讲，踮伫即个土地顶面，咱会重新敲吹上帝的愿望，敲吹上帝的疼。有一个社会家，伊咧讲隔离有三种的赞助。头一个是国家甲国家，第二部分是城市甲城市，第三个是人甲人。隔离的范围愈大，人的自由范围就愈大。迄叫三款隔离的方式哦：国家甲国家、城市甲城市、人甲人。咱将咱即个范围隔离的范围愈大，咱踮伫这内面就愈自由。如果咱敢若人跟人隔离，会发生啥物代志？咱就逐工敢若会当踮伫家己的厝内底，咱完全无法度做啥物。所以隔离的范围愈大，人踮伫这个空间内面就愈自由。咱踮伫台湾，咱一直咧学习的是。关键，无论政府啥物款的政策，关键拢是啥物？人到底安怎想？无论政策安怎制定，关键拢是人要怎样将家己甲身躯边的人当作是咱彼此的一份子。没有割席，咱才看会到上帝的疼运行踮伫即个土地顶面。咱每一个人所领受的也是。上帝所邀请的，咱需要去咱所无愿意的所在，踮伫遐分享讲上帝的信息到底是啥物？上帝使用咱，互咱徛起踮伫即个土地顶面，咱会怎样选择咱的信仰实践呢？40日年里味就要灭亡啊！听到40。咱会对圣经中间听到足侪有关40的事，对无？听到40，那啊40日踮伫大船内面，踮伫外面，上帝咧做啥物？那啊踮伫大船内面的40日，
上帝咧行一切清气的工作，互规世纪以来道德污染的日子会当做一个结束。伫旷野的40年，以色列人倚靠上帝的应允。以利亚40日的逃走，将伊带出去王后耶洗别的威胁，进入一个受偷放的所在。当然，耶稣40日受试探，互伊搁一摆来认知到底人内在的动机是啥物。搁活了的40天，提供人一个新的事实。搁活了的40日，也继续鼓励人来调往上帝国来前进。40日了后，尼尼微要灭亡，因为有迄个40日了后，所以头前迄39日要做啥物？有迄个40日的时，尼尼微要灭亡，所以伫头前这39日，所有人会当学习反悔，所有人会当表示咱需要悔改，转来到伫上帝面前检采上帝的回心转意。有当时啊，咱可能失去对这个日子的想法，咱袂记哩讲，到迄日来到进前，咱敢若看迄日，袂记哩讲头前这39日重要无？迄日来的时阵会发生代志，但是头前39日，咱有足侪项事需要去做。在陪伴囡仔甲青少年长大的过程中间，我甲侪青少年工作者咧分享，有当时咱感觉咱遮的国中生也是高中生吼，足歹教的，也是足叛逆的。但是遮的工作者拢会讲，到有一日，遮的青年人，咱会发现，因忽然间就安怎？3字叫做当大人。咱有当时感觉咱的青少年、咱的囡仔，敢若足叛逆的，但是会到某一日，咱忽然间发现因当大人啊。所以遮个工作者会甲我讲，重点是啥物？伫伊当大人的迄个时刻到的头前，咱到底做啥物？伫迄个伊当大人的头前，咱到底这39日，咱放啥物点伫因的生命中间？咱怎样陪伴因？听候到迄个40日来到的时阵，这个人改变啊。但是迄39日好过无？迄个39日无好过呢。迄个39日并无好过，特别咱陪伴一寡细囝，真正足歹教，啊讲话拢袂听。伫迄个困难，伫迄个感觉足艰苦的过程中间。咱一直咧听候的是，迄个当大人的迄日来到。若是安尼，对教会来讲也是安尼，传福音无简单，因为传福音是咧讲人踮伫罪恶中间所拄着的一切。人咧面对的是每一个人生命中间的罪，每一个人生命中间无愿意顺服上帝的部分。传福音一点仔拢无简单，也不浪漫。定定我会甲神学生咧分享，咱感觉有足侪限制，踮伫教会中间会有限制，尤其即摆要考神学院，总会制度爱咱做有观察即个青年人会当读神学院无？啊，去到伫神学院了后，阁爱受到侪侪老师的约束，有侪侪规矩爱来约束遮个学生，诚做一个传道师。到伫中会嘛爱用足侪课程，用足侪1对1的观察来教导帮助一个传道师，诚做一个牧者。有时咱拢会感觉这是束缚，但是无这的物件，敢有机会当大人？无这的物件，咱会感觉服侍上帝是十分浪漫，传福音是一个敢若足欢喜的代志，毋是？上帝呼召咱传福音，是爱咱进入一个充满罪恶、充满困难的所在，踮伫遐宣讲上帝的听，踮伫遐，因为咱所相信的上帝是一个永远无改变的上帝，
一个永远有慈爱甲怜悯的上帝。所以传福音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。有时咱真正将福音当作上过简单，咱会认为，敢若选择遐个我所意爱的事那尔。用那的故事其实阁一摆提醒咱，用那的故事引带咱转去遐来想。如果上帝今仔日就是爱咱去一个咱所无欢喜、无意爱的所在，去遐宣讲，你会去无？你敢会去吗？踮伫未来，检测这个疫情会过去，总是伫这，如果迄是第40天，伫头前这39天，咱敢有准备好要迎接一个新的开始吗？咱敢会准备好要迎接一个搁较好的所在吗？不过时，真的学习将这个信仰落实踮伫这个土地，毋是离地，这是用那所要对咱讲的。所以，当上帝的话临到伫咱是要继续倒走，也是愿意回应的。愿上帝怜悯咱，主耶稣求你怜悯阮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耶稣，当阮踮伫你的圣殿，踮伫遮敬拜的时，愿你怜悯阮，因为阮真正是有罪的人，阮拢会若亲像用那所想的共款，选择阮所要行的，选择阮所意爱，阮无愿意去听你的号召。总是主，阮感谢你。因为你有不变的慈爱甲怜悯，你也不断邀请阮，互阮参与你的工作，互阮参与踮伫上帝你奇妙的工作里面，互阮所看见的是，上帝你不断开启阮家己的境界，也一直咧听候，当有一日，阮真正当大人，有一日，阮踮伫你的眼光内面，是一个好搁真重的萝卜。总是阮犹原是无够呀，愿主你怜悯阮，愿主你帮助阮，同齐祈祷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同齐来吟回应的诗，圣诗273首，圣诗273首。至尊的主宰，上帝是神。
主的恩典。咱同心起立。请坐。请兄弟掀开教会消息第8页的所在。教会消息第2点，1月31日主日，咱要举行圣礼典。要伫第1堂、第2堂的礼拜中来举行圣餐。伫第2堂礼拜后，要伫社区发展中心加美屋来召开小会。请小会员有备心来参加。团契的消息3月16拜二咱上好团契、家庭团契、妇女团契联合主办南投柳秀美术馆3育基督学院一日游请这3位团契的客友，若有要参加的，请往所属的团契来报名。报名到1月25来截止，就是拜一。其他的消息，请咱家己来过目有具体佮教界的消息甲迄个第11页有遮个奉献的明细，若有出入请干事来更正。来看本周的金句，本周的金句是约拿书第3章第10节，我先来读一摆，然后咱再来做伙读2摆。对安尼，上帝看因的行做，有离开因的歹路，上帝就退火
伊所讲要讲互因会知的，也无讲落。约那3章10节，咱做伙来读2摆。对安尼，上帝看因的行做，有离开因的歹路，上帝就退回伊所讲要讲互因会知的，也无讲落。约那3章10节，过一摆。你安尼，上帝看因的行做，有离开因的歹路。上帝就退回伊所讲要互因会知的，也无讲落。约那3章10节。好，我来做补充的报告。顶礼拜有甲咱分享讲，搁刷内对3月份开始，总务部要进行咱教育大楼的迄个补强工程啊。因为咱顶礼拜讲过一摆议员强调，就是踮伫咱教育大楼已经我要30年的时间，所以地到地下室有几个钢筋的部分咧裸露，看起来是足惊人的，但是总务部长都一直讲没有立即性的危险啦。无立即性的危险，但是议员嘛是爱处理，所以咱会踮伫3月份，就是过了年了后开始做这份工程。所以若是团客也是个人有物件下伫下面的吼，请咱赶紧去刷来做一个移刷，无搁刷来应该就是准备要大扫除啊，会当清的会做一个整理。所以嘛，请咱为着即个工程，咱关心甲奉献，也求上帝，互咱一切工程拢通得到顺遂。好因为咱现在当然因应防疫的需要，所以咱踮伫主日礼拜入来的时阵，咱踮伫门口会做防疫的工作。所以包括咱拜三暗暝，咱的巴克里圣经学堂，咱嘛会做防疫的工作。所以咱巴克里圣经学堂的场所，咱对松大教室改来到伫大礼拜堂，因为来到伫大礼拜堂，咱的社交距离较好维持。所以会记哩，若是拜三咱要来做伙参加巴克里圣经学堂，咱就请咱来到伫大礼拜堂遮。议员踮伫门口，咱会有量测体温甲喷酒精这防疫的工作，请咱共同来努力也。配合咱政府即马整个防疫的需要，互咱踮伫即个困难中间，咱真正踮伫即个土地顶面，咱成做一份子，成做一个生命共同体，会当看见一个搁较好的社会。所以以上做遮个报告，多谢。同心来念，祝福车建的诗，圣诗399首。愿上主大仁爱。
都会领受上帝的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实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兄弟姊妹三弟弟对打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请坐。